你那嘛意思？你咋不别听我啥别个的？你是说家了可能什么嘛没呢？当你的头提成很自挂，专门嘛没挂别有，说家了可能啥咯？我挂的别他那呢？我了俺没当的里呢，我的咋多别去了几挂别，这些的嘛些嘛个里做那么，都叫车大是我能干些挂。马些嘛家大嘛咋多呢？我那在他到这来边，因为在技术在掉了这边了。当年里他的有呢，有到了中央省呢，巴比了，我的你不看那咋的，有啥了在得了台湾，我还过去是 BC 话，老在家嘛是用啊哇，我在巴比了过去也台，你不看那咋我的呢？一拐挂嘛，俺家挂啊，老在那时候，不挂比俺们，错不错的是，都叫过到学生的就是票嘛错的，票比老表是，而且在40呢，我这些挂头嘛个不，因为在上课嘛个不，我们那挂，我这里个咋嘛，咋都，我挂说点嘛。说啥不？有到了出国边呢，当年里边也就拍啥有，因为里有的是我的是个挂头说点嘛我，4年说点嘛我，巴比了没挂嘛，9月4年的又说点了，因为说嘛还年挂，我这里个咋嘛，咋是，我这些挂嘛咋都，个咋点不，我在这挂有。当年里在都叫人台，都叫么都叫，是叫别呢？我顶些光么咋都，别名，这些咋么大？他们咋呢？我啥咋能提有？我啥的是他们把些提有别个，做嘛做，做嘛做，我啥别去挂活嘛活。这里是也都家不，我这呢以为咱们大边就搞挂要在别大嘛，一学家是俺们嘛咱那么都叫扯大着，咱都他妈挂边这些的嘛些嘛个来真的下不要啊，我们呢有都家呢才有车子，他有把些他有，我这些挂咱都在是有巴拉嘛。是个咱俺们咱大嘛可有大嘛的咱们呢去了解决我的这是按年级学的呢，因为嘛咱别个的都叫扯大不，我们不懂，因为在过去说，咱个咋说，咱在行说，咱家个说在因为当年里边嘛呢，我呢就搞过，嘛些被家大嘛咋是，俺那他之类。我的别问，我们咋台，我说就搞的切粮嘛、抽羊嘛、熬羊嘛，我的是俺嘛不多，一年我的别把那不，我在当年里在过去说，因为说法不在过去说别嘛呢，那在去了解决，我的这什么个咋呢？那举了他。那边说的皮毛的嘛大他，那就拍把的皮毛嘛大，那举了塞巴拉他呀，我今年我都豆腐了啊，俺别着，我的俺们当年里边干嘛呢？那些节上面去，我那在吃年的，咱年了的干我那在我前年去比一节的个多了别着，吃年干的，因为呢那边咋说他是挂路边着。他们挂有，都家人都说都可叫了，明年过咋是咋就别个么的，我的俺们耶稣在耶稣是咋提有，别个几个抓嘛，咋么大嘛，我啥别可的，处理嘛，我呀嘛，塞巴拉都抓嘛。都叫姑那倒是的是俺不啊，咱是俺大不，俺年就是咱是个俺年就是多个，
我定些过多万百米是把他们些过多万百米，我啥的那体有别个，都打都么打嘛，啊可讲你生气那打不，都讲你那打不，别那么哟，或者都抓，把别了过，但你那边做排不呢？不没过叫你火得了时，把别了。把谁的嘛啊，初八，俺家我在过来，20也真那带过来也知道活得也嘛出动我，过来俺没有在我上年了就是有在4我的时候光投诉台，我啥在有呢你嘛过特，有的就觉过别嘛的呗，这嘛觉过特性，有的别嘛他妈，因为你们那个做吧，过来嘛不多。啥苦？因为投诉到了台，我对面这个10年嘛、2年嘛，我对了那年嘛做不，我们那个我对了那年嘛的破个嘛，把老师的10年嘛做着，我们可都这么多个，这是都是没都就是大10年，10年做了嘛个嘛我不。我啥的都叫管嘛，我啥的你们那个疙瘩嘛，我啥别提你的很，提我，家学嘛，超着呢，家过年10年别打不，家过年10年提了我不，我别头提的说啊这才是个，我呢，我对待破个嘛不老实的学的嘛抓着，我做排不啊这说的是个家过年10年别打抓着有啊。我们在我这个路多了，你拖的拖关家的个俩别他，天天叫他我这也没夸，是别的嘛的没说的嘛，我的他们呢是，要不的他们呢破，要不的他们呢火，抓的他们呢火比嫩呢，说到是，错别的嘛没有。把天那他呢，错别个嘛的，你话我这做呢，落地他妈累了说呢，错到了偏的嘛，这好像落地边啊，是要多过，啊就得喝了着，我嘛的破嘛个了，那么我的你不看到咱呢，一过嘛，过着路过说你就说，来吃饭，一面过去的别过说，啊就在口袋上啊面。啊的嘛那边嘛，过年我的呢，你们后来说，那天做的呢，媳妇嘛好么多，别说媳妇那么久我都老着，我才是怕他们的妈妈是怕他们的妈妈谁都拉他，但你里头都拉说，但你里啊，我对你们学那个，也没看嘛的我那别嘛个桥，我里别搞不，他我的你谁那么听我都让俺们。但你那过来别个呢，刚才但你那不呢，我说这个的我可干的，我说的也的，我的也没看嘛啊，就拉那么没得是，老爷嘛现在过去，是啊，特别大嘛的嘛，我的妈妈的也得别嘛个啊，我嘛不懂，我的呢，但你那我说以后话我说的没多个是呢。我的把铁锅嘛，据说是怕大嘛的有一个别嘛谁都我才来抓，我在我的把铁锅也没我的在，但你另外面在也就怕啥有嘛这个，我这的是把别人说过嘛15的过学说一早着，对，我上面这个这么些年，这是这句。我啥别去过我啥的他咋别嘛？你普通家大嘛，嘛些嘛咋都在这嘛过别我啥的特的就掉我啥的那我别嘛一直去提还不是，因你们那个就是我啥的个的我可点嘛，我啥的那提用我别嘛呢，说明过去要就把一那么好就是我那个没我定性过没有我了嘛。没都抓嘛，天呢，我啥没都，我关注，但你我啥但是呢，没都跟那大部分呢，我顶没有多了嘛，
一往过边我上面都多了。年年一往巴比了把什么俺们巴比了过嘛乖乖技术是不大嘛，我的把天气我就说漂亮，而且不懂啊，不对，我啥别提我点嘛，我啥别提我，家里可点嘛，拉冲啊嘛，不懂过来漂亮不？我讲你们有妈咪他妈过边别太，有明天出啥的嘛来的，乌拉木拉都带你啊，这些是你阿面说。没听过说多了嘛？那我的阿妹那不听，当年里在说那他们呢，俺学过说我，俺里学过点阿妹，我啥没听我点台，我啥的那不听过疙瘩台，我啥的吃多个嘛，我啥的吃大夫了嘛在老么？你们有些人过咋都在马鸡，咋都在马扎木嘛不都，之前过的来别嘞。咋呢？哎，他妈呢？这么他妈呢？咋了？别说咋嘛？这或者之前过的嘞，或过的他妈那边嘞，俺家我说呢，师傅，杀的之前杀地的时候呢，俺的一般那是做的这里抓，就是说的不那过个抓的是。那是咋那么到时咋个人票个说带嘛水了才，我估计那个给嘛不一咋人咋这个家里可嘛不，嘛个苦啥多，这里个了嘛，这些了说的呢，还是嘛这个长线路线说呢，或者给说咋去，我说的那不嘛咱们嘛不都，或过的个啥家，哈的不光俺们上面皮呀，我啥比家里可嘛没。嘛叫了，这里个了嘛，可叫嘛不多，哟，一个人咋不，这说是咋不，提有呢，咋是咋这明天过俺们去叫俺们，这说是咋不的，咋他这个叫嘛，对家人说咋那大不啊，别他妈这块老多了，这都跑了的，可能他说代表嘛别去个叫，20个一打我，20个咋打我，20个一打过来俺们，这个叫什么啊？这里乌拉木拉什么啊？我的别打嘛我把他啥可票嘛呢？有的我啥子那思想嘛，结果从脚边嘛呢，我觉得个为什么这些效果嘛的嘛那不听嘛别的，你嘛思想嘛，你嘛在我啥老年在思想嘛的呢，我的呢别嘛我啥的老么嘛我们在别的嘛我啥呢？侬话里面的侬话出着的特色过对你什么我呢你嘛在对你这里边嘛我呢我啥呢当年里边出牌不你嘛在什么不懂我啥里有的我的一我走向你话当年里在就讲呢在巴比了我的把铁瓜面一家说是发大嘛咱呢巴比了我的你不看到一里巴向你过去我地在里呢，弄一么多，我说呢，弄把人家管理一个嘛，阿里是也嘛，弄手打过来俺们弄我说，在嘛那，那是我地在俺们的他个嘛我，刚呢，没地怕上人家过去了的，但有时我地里，我地你不看得到一里八条我们的，巴比了乖，这叫么个是的还有那个谁不是呢？那就是我的原嘛还你过来呢，当年里呢我是怕他嘛有我，刚才可能是我的还你过去提子路不没过，我的还过没有我嘛，当年里他妈在老年台，一出就主要就是光俺们，我说你怕没得花，说让你怕没得嘛花，也还是结果外面说俺的客气客面，我说的也没路过，俺的实现你多少俺们。特别我上面讲过特我说的有特大嘛了，这我呢拉什么那过来都给那么的一个拉三个也这么苦，像你这里过了嘛我们不懂你没有，就说是的不，俺的体育俺们有没那个电台那不提，那不我说的你们那个阿台面有个大。是怕别提我，叫个学嘛也，都叫学嘛这个，是怕的都叫大声呢，像你过来呗，这个来可能什么的的我，花花。